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婚林的四湖。当地这个沙仑湖文史关怀协会开课，教阿公阿嬷来跳这种的广场舞。阿公阿嬷是哪跳哪唱歌，生甲真欢喜。 四湖的沙仑湖文史关怀协会为了照顾四大人的健康，伫头工食饭之前会带阿公阿嬷做伙来运动。只要他们愿意动出来，脑部、手、脚，还有整个机能骨骼都能够动弹，那才是达到我们健康促进的一个广场舞的目标。透过简单的动作，培养四大人的运动习惯，让大家愈跳愈健康。这个刘老师教阮指导，啊，阮来跟咧跳，跳甲足有趣味。94，每天运动，5点钟起来慢跑。是无讲足困难的啦，算讲较认真啊学的，应该是学会去啊。 除了运动，唱歌、记歌词，嘛会当来活化头壳，希望互因会当有健康的身体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